紅魔11 Pro 已經講過好多次，國際版只有一個型號，就係11 Pro。256、512、1T 全系列都有水冷，大陸版先有分11 Pro、11 Pro Plus， 大陸版要有加號先有水冷。上次好清晰咁同個客解釋完，佢即刻收我線，一定係以為我老點佢。另一種誤解就係我要買有藍色水冷嘅256版本，跟住又要解釋一輪。256係有水冷嘅，不過後蓋係黑色底，冇透出嚟。此時此刻，客人又係覺得我老點咗佢。專家永遠係對的。256G 黑色底，唔通佢有水冷，佢又要講俾你聽咩？咁大件事喺 setting 嗰度，梗係要講嘅啦。512透明黑、透明銀，最啱你心水嘅啦。99新緊激活狀態，火牛數據線保護套全套配件，我哋有包運費，即時安排送貨服務，快過你嚟門市度購買，車費都幫你慳埋。可以 WhatsApp 93387733傾啦。有興趣可以嚟門市試機交收，門市地址深水埗高登1樓77號鋪。